咁多位同學家長大家好啦，我係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成。今日咧好高興嚟到人大啦，可以親身感受到佢哋嘅氣氛，嚟到資訊日。亦都同時間咧就藉住1個鐘頭到嘅時間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一啲升學資料。當然我唔係代表樹仁大學啦，我會中立咧咁去分析香港一啲升學嘅渠道方法，但係因為大家都可能嚟到嘅時候咧比較關心樹仁大學嘅一啲課程啊，所以我哋會用多少少例子咧係屬於樹仁大學咧去做分享嘅。講座內容咧主要有4方面。第一個咧，我會講解下咧究竟2026年甚至乎再之後咧一啲升學嘅趨勢。舉個例，會唔會越來越難入一啲學科呢？分數越嚟越高呢？咁我都會講解下嘅。呢個第一啦，2026嘅升學嘅一啲分析。第二，我都會講解下呢，究竟一啲多元升學出路啊。舉個例，我哋嘅目標係咪淨係資助大學呢？資助大學以外，好似樹仁大學一啲自資學位，究竟佢嗰個特色喺邊度？究竟我揀嘅時候要考慮啲咩呢？都會分享下嘅。第三個會講係咩呢？就係選科嘅一啲技巧。我哋有20個樹仁大學嘅課程，樹仁大學以外有幾百個課程，究竟我哋點樣揀？有啲咩考慮因素呢？都會講解下嘅。最後就當然啦，嚟到樹仁大學，可能你有一啲課程，究竟揀嘅時候有啲迷思啊。舉個例，喂，我成績如果未必入到心儀嘅資助大學，我揀私立大學好啊，定係我揀副學位再上呢？呢啲係經常放榜之後呢都會有人問嘅，所以我都會希望藉住呢個時間呢去講解下。首先我哋先分析2025年嗰個放榜嘅形勢、升學嘅趨勢，再估計下2026年先。呢幾個 slide 呢，其實我係由9月開始去周圍講座呢，都必定講㗎啦，因為大家好關心啊，好關心，因為有好多唔同嘅新聞，喂，又多咗非本地生啊，又多咗學生嚟考試啊，會唔會越來越難入大學呢？所以我要分析下先。第一個就係2025年呢，其實未放榜之前，我哋都估算呢升大學係難咗㗎啦。點解咁估呢？因為本身未放榜之前有啲數據呢已經出現咗嘅。第一就係2025年呢考 DSE 嘅人數呢其實上升。你會見到以前呢去到2024年，只不過係5萬人考 DSE。包括自修生5萬人，但係舊年呢上升到55000人。究竟2026年嗰個人數幾多呢？暫時未知嘅。真係要知呢，要去到2026年嘅1月底先至公佈。但係如果嗰陣時先至做準備呢，可能太遲啊。所以我自己呢都有啲估算嘅。我自己估算啊，2026年呢應該 DSE 考生都會上升。點解咁講呢？因為我哋分析2025年嘅數字呢，其實我哋見到人數上升呢，係學校考生又升，自修生都升嘅。但係學校考生呢，我覺得下年會繼續升嘅原因係啲咩呢？就因為佢其實係未反映嗰啲高才、專才、優才唔同嘅移民計劃、唔同嘅人才計劃嘅受養人嘅數字啊，得唔得？你會見到舊年呢，其實學校考生升咗2000幾，好多人都會覺得，喂，係咪嗰啲專才高才嘅人嚟咗，所以個人數上升啊？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呢，係未反映嘅。咁點解佢會上升呢？其實佢係比較多人呢，係疫情過後嗰啲跨境生重新翻到嚟香港讀書呢，所以佢上升嘅啫。所以佢係未反映高才專才嘅人數嘅，得唔得？咁點解未反映呢？係因為嗰啲高才通計劃呢，其實2022年嘅年底先至開始啊。所以好多嗰啲即係學生嚟到香港呢，其實佢唔會咁快插班讀中5、中6嘅。佢好多時呢去到學校，我自己都係中學嘅副校長。去到學校呢，通常就係插班去中2啊、中3、中4，所以佢哋呢2年呢，其實未開始考 DSE 嘅，得唔得？所以單純係
即係雙非或者係嗰啲跨境生回流，所以令到個學生人數上升。而今年加埋嗰啲高才專才受養人呢，有機會再升嘅。咁所以第一個我哋估算學生人數呢，學校考生會上升。第二個就係自修生啦。自修生呢，其實有三類嘅，有三類。有一類就考個 DSE，下年再考嘅。咁呢個人數冇乜變化嘅。第二類啦，就係嗰啲叫年長嘅學生，只要你夠19歲呢，你都可以考嘅。咁所以啲家長你都可以考嘅。咁嗰啲個人數都冇上升嘅。最多上升嘅人係咩呢？就係第三類，我哋叫特殊考生。特殊考生就係佢喺香港以外，佢讀緊個課程，考評局覺得呢同香港 DSE 相若，所以佢就俾佢考啦，得唔得？舉個例，一個學生，如果佢喺內地讀書嘅。但係如果佢去讀一啲課程，例如佢去啲補習社讀一啲課程，同 DSE 係相若，考評局覺得佢同香港啲 DSE 學生係差唔多嘅話呢，都會批准佢去考嘅。咁呢個數字特殊考生呢，就真係近2年呢升好多嘅。由2024年之前得幾十個、幾百個，去到2024年、2025年呢，有2-3千個，係倍數上升嘅，得唔得？咁點解會上升呢？其實個關鍵係2024年。2024年就係冇咗通識，亦都中文卷呢4卷變2卷，冇咗聆聽，冇咗口試，淨係得返閱讀同埋呢個作文。而呢兩個卷呢，其實內地生係有優勢嘅。得唔得？咁所以2024年打後呢，就多咗好多內地生去考 DSE 啦。咁呢個趨勢我相信會持續嘅，得唔得？咁所以個結論係咩呢？就係2026年雖然嗰個 DSE 學生未公佈，但我估計會上升。我哋做咗準備先，得唔得？做咗準備先。第二啦，考得 DSE 嗰啲同學未必會同你爭8大 UGC 嘅位，未必嘅。除非佢係港籍學生、本地生，得唔得？因為如果佢唔係本地生呢，就算佢考 DSE，其實佢都係爭嗰啲非本地生呢，係同我哋係分開2條隊嘅，得唔得？咁所以另一個數字我哋要留意啦，就係有冇多咗人去報聯招呢？咁我哋發現個數字呢都上升喎。2024年呢，39000幾個人去報聯招，而2025年呢係42000個。甚至乎去到最後放榜前呢，又會多咗幾百個嗰啲 late application，得唔得？咁呢個數字其實反映呢，其實除咗考 DSE 嘅人多咗之外呢，原來競爭8大人數呢都多咗，咁所以喺個數字上邊呢係多咗嘅。咁啊，最後出現個結果係咩呢？就係舊年好多時一啲分數以前係諗住入到嘅，但係最後入唔到嘅。唔知你有冇上網睇啊？又話5科25分又入唔到3大啊，5科21分20分又入唔到8大之類啦。總言之，最後呢，去年係多咗同學呢喺佢個 Band A 嘅選擇，佢諗住入到，最後入唔到嘅。咁啊唔係我亂講嘅喎，我哋睇一睇啲數字先。咁呢個數字係考評，唔係呢個數字係聯招網頁顯示嘅。咁你會見到舊年呢喺 Band A 派出嚟嘅 offer 呢83% 嘅啫，83%。但係2024年有87%， 2023年有89%， 去到再之前呢，去到90幾個%嘅。咁所以舊年呢，其實係顯示咗好多同學諗住入到嗰個學科，最後係入唔到嘅，得唔得？咁點解入唔到呢？就因為競爭上升咗，佢唔知咯。佢以為呢個分不嬲都入到㗎啦，點知原來難咗，佢又唔知喎，最後又入唔到咯。咁啊，同學要留意啦。其實一個學科最後幾多分入到嗰個即係分數入到嗰個學科呢，其實係冇標準嘅。最後都係講緊呢個學生有幾多人攞住幾多分同你競爭。假設嗰科嗰一年好多叻人報嘅，咁佢咪突然間飆升咯。但係嗰一年突然間大家都唔報嘅，咁咪會跌咯。得唔得？咁所以最終呢係人嘅選擇係好難估嘅。咁但係我哋有啲可以預計嘅，得唔得？咁咪記住，最終個 formula 呢，其實收生嘅分數係講緊競爭嘅人數同埋佢哋嘅分數，人數加分數，得唔得？咁人數我哋舊年知道啦，係多咗。咁但係另一個數字就係佢哋嘅質素啦，佢哋嘅質素。咁家長唔知唔知啊？其實而家我哋 DSE 呢叫做水平參照。
即係話咧每一年佢每一科派幾多1、2、3、4、5咧係年年不同嘅。嗰年啲同學叻啲，咪多啲人攞5咯；嗰年啲同學渣啲，咪少啲人攞5咯。咁所以有啲時候咧，嗰個年份啲學生表現會好啲嘅，但係有啲年份咧學生會表現得差啲嘅，得唔得？咁呢個有個概念先。咁2025年好彩啊，就係雖然人數上升，但係學生嗰個水平咧係微微比2024年渣咗少少嘅。你會見到唔同嘅一啲主科，例如英文科咧 Level 3係跌咗1點幾個%。咁點解我話好彩呢？因為佢抵消咗人數上升帶嚟個分數上升嘅影響咯，得唔得？咁所以我哋最終要知道個競爭人數呢，要睇人數，再睇埋佢哋嘅分數，得唔得？咁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啦，雖然舊年學生嗰個叫做分數係弱咗少少，但係因為佢嗰個基數大啊，學生人數多啊，所以最後高分嘅同學呢都係多啲嘅。咁呢個係考評局嘅數字啦。你會見到考評局公布咗呢2024年呢達到入大學最低入學要求，兼夾5科18分或以上呢，有13000幾人，得唔得？13000幾人。但係2025年呢，同一個標準，佢就升咗有14000幾人。總而言之嘅結論就係多咗人高分，多咗人高分。咁但係同時間，例如資助大學嘅學位咧係不變噶嘛，咁自然僧多粥少咧就難入咗啦，得唔得？咁但係其實仲多一個消息嘅，其實舊年聯招派出嚟嘅8大 Year One 位咧係少咗喎，係少咗喎。你見到你一睇啲數字先。舉個例，2023年8大派出嚟嘅 Year One 位咧有13891個。但係舊年得12000幾啫，少咗1000幾啊，少咗1000幾。咁你可能會話啲位去咗邊呢？啲位去咗邊呢？原來有個概念，大家唔知唔知嘅。我哋成日話有15000個 UGC 8大位呢，其實唔係俾晒 DSE 嘅聯招學生，其實佢只係俾本地生啫。但係本地生有2種嘅，有啲考 DSE 就用聯招去入啦。但係如果你係考 IB 啊、GCA level 啊，或者你係其他嘅學歷咧，就用 non-JUPAS 去入啦。所以係兩者加埋先15000嘅，先15000嘅。但係每一年有幾多人係 non-JUPAS， 有幾多人係 JUPAS 咧，係有少許變化嘅。而舊年 non-JUPAS 嘅人咧係多咗，而 JUPAS 嘅人咧係少咗，即係嗰個學位派出嚟係少咗。所以最後咧就令到入8大透過聯招入學機會咧係難上加難，因為人又多咗，叻人又多咗，點知派出嚟嘅位又少咗嘛？得唔得？咁你可能會問啦，喂，點解多咗 non-JUPAS 學生啊？其實係因為多咗好多具呢個身份嘅人啊！我舉一個例子啦，舉個例，前幾年咪好多人移民去英國嘅，佢攞住 BNO 嘛，係咪？但係佢哋唔係英籍嘅喎，佢哋仲係香港人嚟嘅喎，得唔得？咁如果佢去咗英國去考當地嘅 GCA level， 其實如果佢成績夠咧，佢可以攞住個分翻嚟香港讀都得嘅喎，得唔得？咁所以其實呢啲人數真係多咗嘅，我係諗都諗到啦，以前邊有咁多人啦？得唔得？咁所以最後多咗人咧，係攞住 DSE 以外嘅成績咧去報8大，咁啲8大又覺得哇幾好喎，佢哋咪派多啲俾 non-JUPAS 咯，得唔得？咁所以最後出現個結果就係 non-JUPAS 嘅學位多啲，而 JUPAS 嘅學位咧少咗。咁最後出現個結果就係舊年普遍8大嘅學分咧都上升，唔係全部，但係普遍。咁我哋點算好？點應對啊？嗱，第一個我自己覺得，如果你真係中六嘅學生同家長呢，其實一早要有個意識，今年係難入咗，你個目標要高啲，你嗰個勤力程度要多啲嘅，呢個第一。第二個就係我哋最終聯招嘅選擇呢，其實要建基於真實嘅形勢。咁個形勢其實包括3個數據嘅。第一個數據就係最後幾多人考 DSE， 第二個就幾多人報聯招，第三個就係嗰啲同學今年最終嘅表現。咁我哋幾時知道幾多人考 DSE 呢？咁留意翻係2026年大約1月23、24號到公佈啦，每年都差唔多嘅，1月底公佈 DSE 最終考試人數。第二個啦，報聯招嘅人數呢，就12月中會知㗎啦，所以第二個要留意就係聯招網頁睇翻聯招嘅報名人數。第三個就係放榜前呢，睇一睇嗰個學生嘅表現，得唔得？舉個例。
如果最終學生人數係多1成嘅，其實我哋要預估咧嗰啲分數都會上升1成，因為今年就係咁啊。今年學生人數多1成，報聯招嘅人多1成，而普遍嗰啲學科咧都係上升5至10%。所以如果最終多1成嘅話咧，可能又要比去年再高1成嘅分數咯。但係如果我哋最終再誇張啲嘅，多2成考生嘅，可能個分數就要再上升2成啦，得唔得？咁呢個就係嗰個預計同埋我哋嘅準備。咁啊，第二個我諗咧，一定要做，我自己都好想講多啲俾大家聽嘅。既然個競爭劇烈咗，我哋唔知道入唔入到一啲聯招嘅學科，會唔會喺8大以外做多啲多手準備呢？舉個例，可能你淨係睇 UGC 嘅之前，會唔會睇埋自資學位呢？會唔會睇埋 SSSDP 呢？如果你係睇自資學位嘅同學，會唔會睇埋副學位之類啦？總言之就多幾手準備，我覺得今年係需要嘅，得唔得？特別係提前報名啊！提前報名。咁啊，我用樹仁大學做例子啦。樹仁大學有20個課程嘅，有2個咧喺聯招報嘅，但係聯招報以外嗰18個咧，其實佢係屬於自資，係喺聯招以外去報，同學可以而家報嘅，得唔得？咁我自己好建議咧，如果有需要，可以早啲報，因為你報咧其實冇乜損失嘅，你唯一嘅損失係咩咧？就係報名費，得唔得？咁何況報名費，頭先我唔覺意望到今日仲係免費添，得唔得？所以冇乜成本嘅，冇乜成本。咁你可能會話，咁唔使即係俾定學費嘅咩？嚇！如果你咁快報，會唔會佢收咗我要俾定學費呢？啊，唔使擔心，係唔會嘅，係唔會嘅，因為你係未放榜嘛，所以你個成績係未出現，所以佢只會俾個有條件取錄你啫。即係話你放榜之後達到個條件呢，先至會收你，得唔得？同埋真係收你嘅時候呢，其實係你真係想讀，到嗰個時候先俾5000蚊嘅，得唔得？咁所以我自己個人覺得呢，早啲報你嗰個分別係咩呢？就你有定幾個 offer 喺手，咁你真係放榜之後發現今年嘅競爭情況係好劇烈，甚至乎你最後聯招係冇 offer 呢，你都仲可以有啲選擇喺手嘛。係咪？咁但係如果我乜都唔做嘅，放榜之後先算啦。去到嗰刻真係原來入唔到嘅話，再去報呢，其實一般嚟講嗰個緊張程度會多好多嘅，得唔得？你可以諗到嘅。如果你放榜前報定一啲學位，放榜之後你有幾個學位揸喺手呢，就你揀學科，你想讀邊個就邊個俾5000蚊留位費。但係如果我放榜之前乜都唔做嘅，放榜之後先至再撲學校呢，嗰個時候就唔係你揀學科，係學科揀你咯。咁你就會緊張好多噶啦，得唔得？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如果你覺得自己小朋友或者自己個分數呢係徘徊邊緣嘅，咩叫邊緣呢？可能係16、17、18、19、20分呢啲邊緣啲嘅，咁你可能做定多一手準備呢係好嘅。你唯一嘅損失就係報名費同埋時間啫。OK， 好，咁啊，其實升學呢好複雜嘅。有啲同學或者家長就係諗係去邊度讀啦，其實唔止啊。你見到其實要揀嗰個學科嘅一個難度，有唔同嘅報名方法。有陣時有啲科呢，其實香港叫做國際教育中心啊，教育樞紐啊，唔知你知唔知？喺香港可以讀馬來西亞課程喎，可以讀一個孟加拉課程，可以讀一個美國課程、英國課程，乜嘢都得嘅。咁所以同時間呢，我哋要睇埋嗰啲課程嘅認受性，因為有啲課程呢，可能香港唔認喎。即係讀完之後，你想喺香港讀 master 咧，可能唔得嘅喎，或者你要報 AO 啊，想報督察啊，可能佢唔計嘅。咁所以你睇一個課程咧，其實好多嘢要睇嘅。但係我今日主要講兩樣。第一就係個課程嘅難度啦。咁咩叫課程難度咧？原來考完 DSE 升學點解咁煩呢？就因為考完 DSE 之後個升學咧，其實唔再係單一升學。咁咩叫單一升學啊？就係你諗下，小學升中學一定係讀中學嘅，唔會一個小學生讀大學噶嘛。所以以前好簡單，按年齡去升學。我夠年齡升幼稚園，夠年齡升小學，夠年齡升中學，好簡單。但係 DSE 之後呢，就唔再按年齡，係按能力啦。因為 DSE 之後，如果你成績好呢，可以讀學士學位。
成績唔係咁好嘅，可以讀副學位，甚至乎讀文憑都得。佢個複雜性就係嚟自咧，考完 DSE 之後咧，唔再用年齡分，係用成績分，就會好亂啦，得唔得？咁原來主流香港 DSE 畢咗業之後咧，有3大去向嘅，就係屬於資歷架構第3級、第4級同埋第5級啦。咁佢哋分別有唔同嘅最低入學要求嘅。咁我哋可以望一望啦。咁呢個表就列咗咧，有通識同埋冇通識之前之後唔同學科嘅最低入學要求。舉個例，你想讀一個學士學位嘅，例如樹仁大學啦，或者其他大學啦，咁就要有332A 或以上嘅成績，332A2或以上嘅成績。咁呢個係最低入學要求啊。咁如果我冇嘅，舉個例，中英文冇3嘅，咁我哋就可以入副學位，但係都需要5個2包中英文，5個2包中英文。如果你有 Apply Learning 應用學習呢，都可以當達標2嘅。咁呢個就係中間嘅選擇啦。咁如果成績再唔好嘅，就可能要讀文憑啦。總言之，就按住成績做一個分流。咁呢個就係第一個我哋要知嘅資料啦。第二個啦，就係報名方法啦。報名方法其實我哋成日講咩聯招啊、非聯招啊，嗰啲全部係報名方法。佢唔係大學，唔係學科，係報名嘅渠道。但係你見到呢，佢哋有一個好明確嘅分工嘅，就係一個課程如果聯招可以報，聯招以外唔報得嘅。舉個例，我想報中文大學嘅醫學院，咁喺聯招可以報嘅，但係聯招以外呢就唔報得㗎啦，得唔得？所以好明確分工。咁簡單啲就有3類課程呢喺聯招可以報嘅，分別係8大嘅學位啦，資助學位，部分嘅 SSSDP 課程以及係自資課程。咁啊，第一類。第二類啦，就係如果佢唔喺聯招報呢，就可以用其他方法報。咁佢哋都有啲複雜嘅喎。你見到呢，有2類嘅，可以用 E-App 又可以個別報嘅。舉個例，如果你想報樹仁大學嘅非 SSSDP 嘅課程呢，你可以自己直接去樹仁網頁報，又可以用 E-App 呢個系統去報。咁好多人問我究竟有咩分別啊？其實有3大分別。第一個分別就係日期。舉個例，今日 E-App 係未開嘅，但係如果你要報樹仁，今日你可以直接報喎。咁所以第一個呢，就係運作日期有分別，第二個就係嗰個即係選擇嘅數目有分別。如果你諗住報一間大學呢，直接報好啲嘅。但係如果我諗住報超過一間學院嘅，例如我報樹仁大學，又報埋其他唔同嘅副學位呢，用 E-App 可能好啲。因為 E-App 最大嘅作用係咩呢？就係讓你可以一次過報超過一間院校，唔需要重複交表，得唔得？因為舉個例，我報樹仁，我報東華，我報呢個珠海，我報呢個Ivy， 我報5間嘅。咁如果你分開報呢，要填5次表。但係如果我用 E-App 去報呢，交1次表，再 send 去5個唔同學院呢，就唔使填5次啦，得唔得？咁所以第二個 E-App 同埋直接報嘅分別係咩呢？就係個數量。第三個就係個課程嘅難度啦。舉個例，如果你想報一個叫文憑類別嘅課程呢，E-App 係冇得報嘅，因為 E-App 係專上教育課程資料網，咁只係呢俾同學呢報副學位以上嘅課程，咁所以留意佢哋當中嘅分別。好，望一望個時間先。咁啊 E-App 你見到個日程啊？咁啊先講聯招先啦。咁啊聯招係俾 DSE 同學報嘅。咁今年有16間院校喺裏面。咁有3種唔同類型嘅課程啦 ，UGC 啦、自資嘅學位啦，以及係 SSSDP。咁樹仁大學有2個課程咧，屬於 SSSDP， 我哋叫3蛇。咁啊你見到個例子啦。咁好多人會問我，喂，點解某啲課程會揀咗落去呢個計劃可以平啲讀嘅？其實揀得落去呢個計劃呢，都有啲原因嘅，唔係亂揀嘅。其實通常都有一個原因嘅，就係呢啲課程係香港政府呢想多啲日後嘅香港學生係做相關嘅嘢，先至會資助同學平啲讀嘅。
得唔得？咁佢唔想啲同學咁貴讀唔到嘛，讀唔起嘛，咁所以佢資助得咧，一定係未來香港人力資源所需嘅，得唔得？咁所以你見到例如樹仁大學兩個課程咧，都係成日講嗰啲咩科技啊、人工智能啊、金融科技啊、數據科學，係真係將來想多啲香港人有技巧嘅課程嘅。咁所以擺得落去呢個計劃咧，好多時日後揾工嗰啲咧都會容易啲，因為佢缺人嘛。咁所以可以留意下納入呢個計劃嘅課程咧，或多或少有佢嘅優勢嘅。咁啊，另一個啦，你會見到呢個表咧就列咗咧喺聯招裡面唔同類別嘅課程同埋佢嘅學費。咁我淨係得一個信息話俾大家聽啫，就係原來 SSSDP 嘅課程咧可以平過八大啊！得唔得？家長成日會諗嘅，喂，資助課程一定平啲啦，自資課程一定貴啲，我讀唔起，我唔揀，我唔睇啦。但係原來喺政府唔同計劃嘅資助之下咧，有部分課程係平過八大嘅，何況八大不停加學費啊嘛，係咪？咁所以留意下，原來咧個課程費用咧唔係我哋想象當中咁樣嘅。咁啊，跟住落去講下點揀科咯。咁啊，咁多課程點揀咧？嗱，呢一個知己一定要知嘅。一定要知道自己嘅能力、興趣同埋志向。咁我先俾個圖大家睇先。好，就係呢個啦。其實大家唔知香港有幾多課程可以揀？其實係比大家想象中多好多嘅。淨係聯招咧，見唔見到有419個課程，淨係聯招。如果係講聯招以外嘅自資學位或者自資或者資助嘅副學位呢，其實你見到有905個㗎，得唔得？所以原來香港可以提供俾 DSE 畢業生嘅課程呢係非常之多。如果加埋文憑呢，係超過1000個㗎。咁所以咁多唔同嘅課程呢，我哋第一步唔係睇資料，因為如果我根本唔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將來想做啲乜，你睇更多嘅資料咧都冇用嘅，你只會越睇越煩嘅啫。所以先唔好睇資料先了解自己或者了解個小朋友咧佢中意啲乜。咁時間所限啦，我呢啲唔逐個講啦，因為我相信呢啲興趣嗰啲係學校嘅老師工作，佢應該做好多唔同嘅活動咧去幫大家嘅。但我唯一想講就係嗰個能力先，能力 OK。咁我發覺講能力咧，好多時啲同學同家長有個謬誤嘅，個謬誤係咩呢？就佢會用 DSE 嘅分數去判斷佢嘅能力，然之後選科呢就做一個延伸，即係點啊？唔知你有冇聽過？我揀工程啊，點解啊？因為我數學好咯，我物理好咯，我揀工程啦。我揀翻譯嘅點解啊？我中英文都好，我咪讀 translate 咯。所以你見到有陣時啲同學呢，佢個錯處係咩呢？就係佢揀大學嘅科目呢，就好似用中學嘅成績去做一個延伸。我邊科好咪讀相關嘅嘢咯。但係其實你諗下，未必啱嘅。舉個例，今日樹仁大學有好多唔同嘅課程，例如輔導心理學。咁你覺得同邊個中學 DSE 課程有關啊？係冇嘅喎，係冇嘅喎，得唔得？咁但係同某啲能力就有關啦。舉個例，我要做社工嘅，我要讀輔導心理學嘅，其實係咪需要你有耐性，要夠細心，要聆聽啊？得唔得？咁所以我想講就係，當你去揀一個課程，你要去考慮你自己嘅能力係正確嘅，但係所謂能力呢，唔係淨係 DSE 分數，得唔得？咁呢個第一個，要從生活中去判斷你嘅能力，揾到嗰啲能力呢，你就揀到適合嘅科目。咁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啦，就有啲家長會諗啊，我個小朋友成績唔係好好啊，好渣啊，好擔心啊，咁我自己呢好失望。但我自己成日都覺得啊，DSE 嘅分數只不過係判斷一個同學考試嘅能力，考試嘅能力得唔得？咁過咗考試之後，其實好多時啲同學嘅能力呢，可以喺不同地方展現嘅。咁佢幾時展現到呢？就揾到適合自己嘅方向，先至會展現到嘅，得唔得？舉個例，如果我個強項就係關心別人，去搞活動，搞一個活動，大家參與完之後呢，好有得着嘅，做社工嘅，搞活動嘅，咁其實我喺成績 DSE 對面顯示唔到喎，因為 DSE 唔會考你搞活動㗎嘛，係咪？但係如果我嘅能力喺呢度，我入到去一個學科，佢又可以
令我盡情發揮嘅，咁佢個能力一配合嘅話，咪會有成績嘅進步咯。所以我自己個人覺得咧，揀科嘅時候一定要揀適合自己能力，配合嘅話就會有進步啦。好，咁啊，另外要睇資料啦。咁啊，頭先我未講 talk 之前咧，攞住嗰本樹人嗰本書仔咧睇咗好耐，因為佢非常之好啊。如果你問我揀科咧，好多時同學個問題係咩咧？淨係睇個學科個內容。咁你可能會出現一個問題，我舉一個例子。例如你想做社工嘅，可能有啲人想做社工㗎嘛。咁但係好多大學有社工喎，咁我點分啊？我讀港大好、中大好、理大好，定係浸大好，定城大好，定係樹人大學，定其他大學好呢？好多唔同類別嘅社工，其實如果你淨係睇個學科名呢，其實你係分唔到嘅。咁你唯有要分係咩呢？就用分數分啫，得唔得？但係分數唔係絕對啊嘛，頭先我講過。咁所以如果大家真係舉個例，要分社工唔同大學究竟有咩分別呢？其實你就要有兩個方向嘅地方要睇啦。第一個就係睇個課程嘅內容，第二個咧就睇嗰間學校嘅氛圍，咁我哋叫宏觀同埋微觀。咁我舉一個例子，唔知你知唔知啊？例如樹人大學嘅社工咧，佢有個特色嘅，個特色就係佢嘅實習時數咧係特別長嘅。其他大學嘅實習時數咧就受制於香港工作者嘅發展註冊局去限制咧，佢得900個鐘嘅啫，因為佢係最少嘅要求，咁所以900個鐘。通常其他大學嘅實習咧就實習兩次，但係樹人大學咧就實習時數長啲，兼夾實習會3次。咁佢個特色就喺呢度啦。咁舉個例，如果你自己係好中意搞活動，我唔係咁中意理論，我中意搞活動嘅，咁佢咪適合你咯，因為俾你搞多2次活動，俾你實習多1次啊嘛，得唔得？咁或者有啲同學係未揸定主意嘅，佢做社工唔一定，即係佢唔知道自己想做啲咩受眾啊，因為社工有好多受眾噶嘛，有兒童啊，有老人啊，有可能精神病嘅康復者啊，之類啦，得唔得？咁如果我做多幾次實習，係咪可以接觸多啲唔同嘅人？咁我咪會更加知道自己嘅需要咯，得唔得？咁所以你見唔見到啊？如果你單純睇分數同埋單純睇個學科咧，你係睇唔到呢個重點嘅。但係如果我睇埋啲課程內容嘅，咁我再諗翻自己，係我最中意搞活動，我最中意去實習嘅，咁我咪揀樹人大學機會高啲咯，得唔得？咁所以你見到當揀到一個學科，當睇到一個學科嘅內容咧，就可以揀到佢嘅機會高啲。第二個例子啦，咁我喺樹人大學嘅 IG 度偷張圖出嚟啦，就係關於佢哋嘅宿舍嘅活動，咁你都可以上網睇嘅 ，OK？咁因為我係揀一間大學咧，其實唔係淨係讀書噶嘛，我諗大家都同意啊。大學係全人教育，讀書只係一個部分，其實大學嗰啲活動啊、住宿啊、交流啊、實習咧，其實某個程度上都係發展緊你其他嘅部分嘅。咁所以同一時間揀一間學院咧，要睇埋佢喺學科以外嘅支援。舉個例，住宿。咁例如有啲大學冇住宿噶嘛，有啲可能自資嘅院校冇住宿噶嘛。咁但係如果你話，咦唔係喎，我都覺得住宿社堂生活係一個學習嘅機會。舉個例，可以同唔同嘅海外交流生可以多啲國際嘅交流，知道多少少人哋嘅文化。我覺得呢個好需要嘅。咁你揀樹人大學嘅機會咪又會高啲咯，因為佢可以提供到宿舍嘅機會啊嘛，得唔得？但係你話唔係嘅。我好宅嘅，諗住讀大學咧都唔住 hall，喺屋企最方便啦。咁可能就另一個選擇咯。咁所以另一個方向揀學科內容咧都好重要嘅。咁啊，呢啲唔同嘅資料咧，我反而覺得唔係咁重要啊。大家應該好熟悉㗎啦。最低入學要求以及係嗰個收生分數得唔得？收生分數。咁啊，呢啲資料全部網上有嘅，同埋我要講多個。另一個謬誤係咩呢？就係特別係家長啊，其實好多時睇一個學科嘅好與壞呢，佢就會用咗一個最簡單嘅方法做判斷，就係過往收生成績。喂，嗰科以前收得好高喎，佢係好嘢，因為收分高嘛。嗰科收分呢冇咁高，就係渣啲啦，因為收分低啊嘛。其實點解會咁樣判斷呢？因為最簡單啊，即係好似你睇場戲呢。
如果佢寫個影評好長嘅，我唔想睇啊。但係睇場戲揀出戲睇，佢有5粒星嘅，咁你覺得哇一定好嘢啦。4粒星一定渣啲啦，得唔得？咁有陣時我哋用一個最簡單嘅方法去判斷，因為我哋唔想煩啊，得唔得？咁但係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其實分數唔係唯一嘅，仲有好多唔同因素嘅，所以唔係淨係睇分數去決定。好，咁啊，最後我要解幾個迷思先，可能大家心裏面有個疑問嘅。喂，我真係好想讀 UGC 嘅課程，好想讀資助課程，好想入八大。就算嗰科我唔中意呢，我都想個小朋友讀，因為八大有個吸引力嘛。你覺得係咪？咁所以我要講解下就係所謂資助大學同埋一啲自資學士學位嘅分別，得唔得？咁有啲咩分別呢？咁你睇一睇呢個表先。喺呢個表裏面呢，就話俾大家聽呢，其實喺個學歷水平上邊呢，係冇分別嘅。只要一個自資課程係評審咗咧，喺個學歷要求同埋資助大學嘅要求咧係一樣嘅。我舉個例，又用社工做例子啦。咁舉個例，讀完之後其實可以註冊做社工㗎嘛。其實我讀八大可以註冊，我讀自資學士學位都可以註冊，所以個資歷咧係冇分別嘅。咁佢唯一嘅分別係咩咧？就係嗰個資金嘅來源，個院校資金嘅來源，得唔得？喺現階段坦白講咧，自資大學喺香港咧未成熟嘅，比較短啲嘛，咁所以私立大學嗰啲資源咧確實係少啲，因為冇咁多人去捐錢啊之類。但係大家唔知唔知咧？舉個例喺美國，原來最好嘅大學係私立嘅，耶魯啊嗰啲咧係私立，因為佢好多人捐錢啊，所以喺美國咧可能私立大學嘅資源仲多過公立嘅，得唔得？咁所以記住佢係一個模式，現階段你可能覺得冇咁好，就係因為可能個資源冇咁多。得唔得？咁但係他日可能唔同咗都唔奇嘅，得唔得？咁所以我想講咧，就係喺個學歷上咧係冇分別嘅，得唔得？咁我再舉多個例子啦。其實佢嗰個分別咧，好似係中學嘅直資同埋資助啊。咁你知中學有直資中學，有資助中學噶嘛？咁我問你啦，直資中學嘅畢業生同埋資助中學畢業生出到嚟個學歷有冇分別？冇分別喎，係咪？咁所以我讀直資又係中學畢業生，我讀資助又係中學畢業生，所以我讀樹人係自資學士學位，同埋我讀八大資助學位咧，出到嚟一樣係本地學士學位嘅持有者 ，local bachelor degree holder 係一樣嘅，得唔得？咁但係你可能會話冇理由一定有啲分別。其實現階段另一個分別，我自己覺得啊，其實係個事實嚟嘅，就係個收生分數有分別，得唔得？暫時嚟講咧，始終八大港大收生分數高啲，但係私立大學收生分數咧係相較低啲，所以你就會覺得好似有個高低咯，得唔得？但我自己覺得最重要係咩咧？最重要就唔係入去嗰一刻，而係4年之後畢咗業之後出到嚟嗰一下，究竟你個分別係啲乜？可能入到去之後，你成績唔係咁好嘅，低分啲嘅，但係入到去我有一個重大進步嘅，咁出到嚟之後，可能你嘅競爭力係一樣，甚至乎更好喎，得唔得？咁我舉個例子啦，舉個例，我讀某一個名牌大學嘅學位嘅，但我唔中意喎，好憎喎，讀嘅時候唔返學嘅喎，個 honor 好低，去實習咧我又唔去喎，唔返工喎，咁出到嚟一樣冇人請，因為你個表現好差啊嘛。咁但係唔係喎，讀自資嘅學位，樹人大學，我讀一個學科，我好中意嘅，有轉變嘅，好努力、好勤力嘅，咁出到嚟一樣表現好嘅話咧，一樣好多人請嘅。咁所以我有個概念要澄清嘅，就係自資大學學士學位，資助大學嘅學士學位咧，其實最大分別唔係個學科，因為佢評審咗係一樣咁好嘅，但係最大分別就係讀嗰個人嘅分別啦，得唔得？如果我讀嘅時候根本唔中意、唔想讀嘅，一樣係唔好嘅，得唔得？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最終都係一個原則咯，就係揀我想讀嘅學科，想讀嘅學科。咁啊，如果真係讀一個唔中意嘅學科點算好咧？舉個例，啲家長成日會諗嘅，我唔理啊，嗰科你唔中意唔緊要，佢係三大一定要入，佢係八大一定要入。咁有個數據可能大家冇乜睇過嘅，就係UGC 我哋叫做大學資助委員會咧，其實每年都有公佈咧，有幾多人係終止學業，即係讀下 quit U。當然好多原因啦，但係其中一個原因肯定係成績唔好，或者係揀個科佢唔中意，所以佢要 quit U。
咁大家唔知唔知，其實個數字每年都幾驚人喎，2000幾喎，以前冇咁多㗎，但係越後咧越多，越後越多。咁所以我想講就係，如果我純粹因為佢係聯招嘅課程，因為佢係資助嘅課程，我明明唔中意我都照入啦，因為佢有個吸引力，我照入啦。其實你可能入到嘅，但係你可能畢唔到業，因為你根本唔中意啊嘛。係咪？咁所以最終都係揀自己中意嘅學科咧，先至係個重點，而唔係個模式，又或者係個入學嘅方法咯。好，咁啊，另外有一個迷思咧，我最後講埋呢個，大家可以問問題，或者係大家咧可以去行下其他嘅 booth 嘅。其實放榜之後咧，好多時你有個情況就係咁嘅，我攞住個分，又可以入自資大學，又可以入副學位，但係資助大學我入唔到啦。咁你就會有一個dilemma，有一個即係問題想問啊！我究竟讀副學位博2年之後入返大學好啊，定係我而家讀一個自資大學直接讀4年好呢？好多人會問嘅。咁我先講解下先，就係副學位嘅升學途徑。嗱，副學位即係副學士高級文憑啊。其實成績好嗰啲呢，係可以入返8大嘅。跟住有啲同學咧，又可以入翻自資大學嘅 Year 3嘅，即係例如你讀完之後入翻恒大啊、樹仁大學啊嘅 Year 3都可以嘅。但係要留意喎，佢有一個限制，有個數量嘅限制嘅。咁如果你讀得唔好嘅話咧，其實你可能會讀一啲叫做非本地嘅課程，甚至乎你升唔到學嘅，得唔得先？升唔到學嘅 ，OK？咁所以如果你問我自資學位同埋副學位點樣考慮咧？咁我會形容副學位呢係一個高回報但係高風險嘅選擇。咁點解話佢高回報呢？因為真嘅，你讀完副學位入返港大得唔得啊？有機會㗎嘛，係咪？咁所以佢有可能係高回報，但係某個程度學得唔好，你可能最後升唔到，完全乜都升唔到，你只係副學位嘅畢業生，係咪高風險啊？得唔得？咁所以好多時我判斷你究竟讀唔讀副學位好呢？咁我就會問你究竟有冇信心喺嗰陣時讀會係一個好成績？如果你都冇信心嘅，諗住入到去呢係好求其嘅，或者我根本唔係讀書嘅材料，求其揾啲嘢讀呢，咁未必好好喎。得唔得？咁呢個就係第一個，就要判斷自己呢他日嘅成績會唔會有個進步啦。如果你都冇乜信心嘅，咁可能讀自資學位好啲喎，因為佢保證你入咗去冇咩問題都會畢業㗎嘛。咁所以第一個就係判斷自己成績。第二個我覺得好重要嘅，就係你點樣睇大學嘅生活。大學嘅生活，因為你讀完副學位，哪怕你入返港大啦，其實你都係 Year 3入翻去高年級學額，其實你入到去都係讀得2年啫，讀完2年副學位，係咪升翻上大學 Year 3啊？咁你再讀嗰2年呢，其實你嘅大學生活嘅體驗呢，唔係好長嘅，因為你入到去好快呢，又畢業啦，就快又要揾工啦，所以嗰啲咩嘢住科啊、交流啊，或者係嗰啲咩實習機會或者識朋友呢，其實個機會係少啲嘅。但係如果我直接讀自資大學呢，咁你由 Year 1讀到 Year 4呢，其實你個大學生活嘅體驗呢就會長啲，就會長啲。你識嘅朋友又可以由 Year 1開始讀到尾咯，得唔得？咁所以如果你看重大學唔止係讀書嘅，仲有真係讀書以外嘅生活呢，可能自資大學有佢嘅好處喎，因為你入到去嘅時候呢，你可以放心咁樣去享受大學生活。但如果你副學位呢，其實你讀嗰2年又要搏啦，搏完之後入到 Year 3呢，可能個時間又唔係好長啦，所以其實嗰個大學嘅生活嘅完整性呢，可能冇咁高嘅，得唔得？咁所以我哋主要係考慮呢2個點咯，得唔得？咁時間所限啦，咁我自己冇辦法講晒所有嘢啦。最後有個結論好冇？有個結論，其實所謂升學嘅選擇呢，永遠冇必勝嘅 formula 嘅。有啲家長成日問我係點樣揀先一定得㗎？咁我自己覺得呢，如果你尋求一個一定最好嘅選擇呢，我可以話俾大家聽，通常唔得嘅，因為你入到港大可能中大好啲喎，入到中大科大好啲喎。香港讀完書就覺得外地好啲喎，得唔得？所以如果你諗住揾一個最好嘅選擇呢，一定唔得嘅。但我哋要揀一個叫做唔係錯嘅選擇。咁點樣揀一個唔係錯嘅選擇呢？其實好簡單，就要多元去考慮，唔好淨係單一，唔好淨係睇分，唔好淨係睇入學嗰個即係模式，
唔好淨係睇佢係聯招我就揀，唔係聯招我就唔揀，咁要多元嘅。頭先講咗好多嘅課程啊、院校啊、住宿啊、交流啊、同學啊之類之類。第二個啦，好多家長喺度嘅，咁我唔知家長聽完之後翻到去點同個小朋友去溝通啦。咁但係我覺得最終都係共同去定一個目標嘅。就唔好家長定晒，或者你逼佢咧要接受你個圖，得唔得？咁所以第二個咧係共同訂立目標，而最後嗰一刻咧，我自己覺得一定係學生去揀嘅，學生去揀，得唔得？因為佢要為自己嘅選擇負責任。如果唔係佢揀咧，我見唔少㗎。佢 quit U 嗰陣時就話咧，唉，最衰當日我屋企人逼我揀呢科，所以我就唔勤力啦。佢自己好似冇責任嘅，得唔得？咁所以最終咧，學生去揀。最後啦，學生揀你可能會覺得好危險喎，我個仔女咧好唔成熟喎，揀科咧好求其喎，你好多擔心，好多擔心。但我自己個人覺得啊，其實佢如果可以自己揀嘅話咧，佢一定至少獲得一樣嘢，嗰樣嘢就係佢為自己嘅選擇負責任啊，得唔得？咁佢而家錯咗，揀錯科，唔考慮清楚。佢之後可能讀得唔好咧，佢都會諗翻當初有啲咩地方唔好，佢之後再認真啲，再諗翻再之後嘅前途咯，得唔得？咁所以選科原則最後要講咧，就係同學去選係好重要嘅，因為當中佢一定有啲得着咯。OK，咁啊時間所限啦，講唔晒所有嘢啦。咁希望頭先嗰啲參考咧，做一個起點。咁你聽完之後咧，再去唔同嘅 booth 去問多啲嗰啲人，其實親身好緊要嘅，親身好緊要嘅。因為你上網睇咧，永遠只係一啲冷冰冰嘅數字，但係你親身見到嗰啲同學去問下啲老師啊、教授啊、學生嗰啲得着咧，就係活生生嘅。咁我自己頭先一路坐喺度咧，我樹人俾我一個好重要嘅感覺，我之前冇嘅，因為之前我嚟過幾次，但係冇咁多人嘅，冇咁多活動嘅，個感覺就係咩咧？好 warm 喎，好親切喎。我去其他大學咧，有啲大學佢個賣點係好冷漠，因為佢要整到好 grand 啊，啲台咧又就好遠啊，同啲 professor 咧爭好遠啊之類之類啦，得唔得？咁所以有啲嘢親身睇咧先至會知嘅，得唔得？咁希望今日個講座幫到你啦，或者之後嘅資訊日你去睇唔同嘅攤位咧，都攞到你心儀嘅答案。咁啊，多謝各位。